今日係2025年11月8號，星期六。今日靈火運動為大家提供嘅聖言金句係出自聖路加福音第16章第13節。沒有一個家僕能侍奉兩個主人的，你們不能侍奉天主而又侍奉錢財。今日嘅讀經一係聖保祿宗徒致羅馬人書第16章第3至9、第16及第22至27節，主題係你們要以聖吻彼此請安。福音係聖路加福音第16章第9至15節，係講述耶穌教導我哋不能侍奉天主又侍奉錢財。今日靈火運動為大家提供嘅默想內容如下：常言道，一個人兩條生命為多，呢個講法正好道出一般人嘅普遍嘅心態。人往往好容易因各種環境所影響，難以作出選擇，甚或作出最重要嘅抉擇。今日嘅福音中，耶穌不諱言，直接指出人喺生命中需要作出最精明嘅抉擇，不能侍奉天主而又侍奉錢財。耶穌呢個講法同埋態度係要俾我哋清楚明白，侍奉天主係不能動搖的，因為只有佢先至係世上人們所依賴嘅一切，名譽、地位、特權、身份，呢一切都係使我哋遠離天主嘅嘢。天主本身先至係我哋生命嘅泉源。不妨細想一下，我哋每日勞勞碌碌嘅生活中，究竟係為咗揾啲乜嘢呢？對於尋找天國，我哋又投資多少時間？耶穌講喺天國嘅投資，係要我哋不可貪圖得益嘅短炒，更唔可以一腳踏兩船，而係提醒我哋喺信仰嘅旅程上，只能以長遠嘅目光嚟長揸，咁樣先至可以獲得天主嘅賞報。呢個係追隨耶穌嘅基本抉擇而已。今日嘅祈禱同埋反思如下：慈愛嘅天主，只有得到你的恩寵，我們才能相稱地侍奉你。求你使我們常懷以慈之心，喺生命中作出正確抉擇，一心一意地依賴你。願天主祝福大家。